安尼呢，你就会当达到了着你修行的宗旨。若无可能。所以讲呢，咱今日咧修行法道，有时啊为虾米？咱咧听经文法的时阵，会感觉我今日讲师傅头咧讲我，其实这叫做关照，但是你有去关照着，你讲的讲师咧讲，咱是讲咧讲家己，其实讲师袂将伊一个人去讲伊啦，因为嘛也毋捌啊，讲师嘛毋捌啊咧，嘛有可能啊，伊较会知影咱啥物问题。搁有你真做法，无带做伙嘛，无一定知影讲咱有啥物脾气无地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当咱感受着，那么呢，人讲的你对号入座，那毋是讲你，但是你对号入座的当下，是毋是你有关照着家己？那所以讲法其实毋是啊，其实伊讲的是通常，有可能咱拢家己去触犯的。毋是讲将你杀啊，安尼，所以讲呢，或者讲咱有84000个百倍我伊就捌度了解。通常众生就是如理为这物件，所以讲呢，伫你关照着了后，你一定要比较有感，要在这里下功夫，安尼呢，你伫修行内底，咱会慢慢更不起来，咱会更不来。修行咱的脾气无变，会愈来愈深。那当然的，咱修行健康一定会有安怎讲？你道理愈了解，你愈想要打帮助到，愈想要助人救人，安尼呢会当内外双修。自然呢，咱就当达到圆满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伫咧修学。无将心念呢来做关照的功夫，就毋免讲啦，空谈。免咱关照，用真理来做关照了咱内在的好甲歹，然后一一照着道理呢来面对了的无好的，好的，咱就当做继续。那安尼呢，咱自然就法度呢，达到了的一个圆满。再来这段呢，书是种强文，简笔写，本来正道无有文章，人生自有离顿，美人讲修磨人顿平，自性本性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，所以亦顿将之。假名先帝式，过自法门，终上一代。先定无量为宗，无常为体，无自为本。无常者，无常而理常；无量者，无量而无量；无主者，人之本性。无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有亲，言语足持，其间之事，并就为唯恐不输受害，不输受害，就是讲无报复啦，无报复啦，所以讲呢，而且呢，或许而且呢，甲咱社会那么而且咧讲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，拄咱讲过咱人袂当无修行，但是咱修行的法门，咱一定爱去。有所了着，关键，有所关键。或者有定咧讲，咱轩辕皇帝为虾米要拜72书？为啥拜72书？有个人，咱咧家己道伊嘛讲有啦，阮拢伫对拜书啊，阮拢伫对咧拜，伫对咧修啊。会有当着即种的经历，所以咱感觉讲去到对一边，拢相像，拢相像。咱来甲修，当时伫即个环境内底，过去祖师大德还未受达所界正道的以前，为虾米伊要来找人做？伊要来找人做？因为伊知影人做呢，伊有得到了心运大法，伊有得到顿悟法门，顿悟法门。无非就是当下
互你平心见性，互你平心见性了后，自然你就自身有法度来回归到你的清净依赖，证到了你菩提自性本自清净的